李敏，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著名的王派传人。她的扮相清丽娇美，唱腔圆润醇厚，穿透力极强，表演人物真切细腻。长期以来，以独特的表演艺术风格活跃于粤剧舞台上，成功塑造了众多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深受广大戏迷的喜爱。在全国的粤剧界也是极负盛名，得到了粤剧界专家的赞许。那今天她将与荣获粤女争锋金奖的董建宏一起表演。下面请欣赏福建省芳华粤剧团选送的由李敏和绍兴小百花粤剧艺术传习中心董建宏表演的粤剧《红楼梦》本稿名段。起来，起吧，姑娘，你就起点吧。子君啊，你哭什么？我哪里就能够死你？将我自卷身不走，我呀见你开手，随你低沉十言后，今日你只见你叫你泪湿头，姑娘啊，想你眼中能有多少泪呀？曾经的风雷刀成下人刀成。天大的事儿放开手，保养你有精神花模样，当陪你每场送谁？
只怕你上次随我